也能够疗愈人心吗？客家人巫芷菁，他是园艺治疗师，他让身心障碍者透过种植、除草还有收成等过程，让身心灵获得改善。同时，他用台湾特有的植物来做精油，也让大家知道精油不只有舶来品，也能 Made in Taiwan。这个镰刀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给我用，给我用，我用这把就好了。对各种植物如数家珍，在美国相识的2位好友决定回台湾创业，用自己喜欢的植物疗愈人心。听说是蔗糖的100多倍，一种麻类，然后这是它的那个果实。巫芷菁是园艺治疗师，而在疗愈花园里，什么植物都可以触碰，有的更是可以拿来当小零嘴吃进肚子里。这个很好吃哎，是龙葵的那个种子。这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小男生，他的菜园。哦，看这里面就是他种的最旺。他利用植物的特性刺激五官，帮助个案，让身心灵获得改善。像有些长辈，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对某些植物特别喜欢，现在他得失之症了，他闻到这个植物以后，他往日那种美好的记忆又回来了。拔杂草、种植蔬菜、浇水收成，都可以是治疗的一部分。巫芷菁是苗栗头屋的客家人，所以也着手整理了各种客家民族植物。他希望借由这个过程了解客家文化，不一定是苗栗，是我们客家族群常用的，把这个植物带回我们人类的生活里面。它甚至是可以当我们生活里面的药物，或者是会给我们一些心灵上的安慰。为了让大家更认识台湾植物，他还跟郭若莹一起投入芳疗产业。这是紫苏，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拿来做浸泡油用。这是台湾桧木、台湾红桧、台湾的芳樟叶。做浸泡油、做精油，选择以台湾的植物出发，让大家知道，不只是有欧美的香草植物才能做出好的精油，而不是说知道怎么用国外的东西，我们也应该要知道怎么样用自己的东西，然后知道它好，才有机会珍惜它。2人携手合作，希望重建植物与人的亲密关系。弯弯的客家绿乘着风打节拍，跳进桎梏的心田，苏醒久违的悸动。一抹客庄的老味道，氤氲疗愈氛围的感动时刻。